本土语言是妈妈的话，是咱每一个人一出世都应该学的语言。语言不仅是一种沟通的工具，更是文化的传承。客家人说：“宁迈祖宗田，莫忘祖宗言。”但是台湾的本土语言一直在流失当中，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。尤其政府更是责无旁贷。我认为教育部应该成立专责单位，来积极的推动落实本土语言的学习，包括充足的经费，包括提升教师的专业，包括列为12年国教的必修，让孩子从小就有本土语言好的学习环境。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在的来说妈妈的话。我是台湾人，我讲台语，咱做伙好不好？